我睇到啲咩？竟然 HK2 係陽光群島出現，九巴都好似有 HK2，究竟係邊個抄邊個？但係其實兩條線都好垃圾，不如睇下玩家有咩反應。聽講佢哋嘅反應都好熱烈，睇下佢哋對九巴嘅評價啦。Oh my God！ 哇！邊個啊？係咪整咖喱嘅？佢係你老豆啊！乖仔，阿爹。5月6號首播，敬請期待。記住訂閱我嘅頻道，越多越好。